你好，兌換美金，隨時速擊。早一兩日已經準備咗美金，對準獵物準備開槍。開槍嘅火力輕微，再加上距離較遠，只好眼見獵物逃脫。現時我只可以匿藏喺樹林中等待獵物出現。今次狩獵帶咗唔少嘅子彈同埋乾糧喺身，金龍必打一場持久戰，但係唔好過於勞苦。我對美股嘅熟悉度有限，早一兩日已經開槍，對象係早前美股影片嘅3張照片，內含企業嘅真面目。其中出手係一間享負盛名嘅投資銀行，大家估一下，究竟我睇中邊一個呢？換咗嘅美元只係會買美股，相信唔會再換返做港元㗎喇。日後如果真係有機會沽美股嘅時候，返嚟嘅美元，相信只會投入美債，會買入一啲中短期美國嘅標同埋 note。